第5條驗腦級數，首先睇一睇，而家呢個嘢本身係 C20，死啦驗腦，我真係要驗腦。原來我真係驗腦嗰個，OK，等下 C23H48，咁而家佢就同你講啊，出 ethene 嗱1 mol 啊，咁 ethene 本身咧係 CH4，大家知道㗎啦，咁啊 propane 咧就係 C3H8啊 alkane 嚟㗎，咁跟住佢再加上有2嚿X 喎，咁 X 你會知道佢叫 hydrocarbon，即係一係 C 係 H 嘅啫，所以你睇一睇而家減咗呢個 ethene，減咗呢個 propane 之後有幾多嘢可以留俾阿 X 做個原材料先？成嚿嘢有23個 C 啦，減咗呢個2，減咗呢個3咧，咁啊剩驗腦級數啊！咁就啲人 C 咧有18個啦。OK， 等等先，冷靜啲先。OK，H 有48，減咗4，再減8咧，咁理論上你剩翻 H 就係36嘅啦。所以好多同學即刻會揀咩18、36嗰啲搞笑嚇，俾人撳 X 呢啲。因為咧而家係 form 2嚿 X 啊，所以呢個 C 同埋 H 係俾人共用2嚿嘢共用嘅。所以你要除翻2嘅，每一嚿會佔到幾多咧？唔使撳機都知道啦，9啦，同埋18。咁所以呢個咧係 C9H18嚟嘅，每個 X 啊，咁所以答案就係 boy 啦。少少智商壓制添，俾條題目。